海呢個新樓盤，年頭啊仲係賣成2萬蚊一個方，依家發展商親盤1萬4，前面500米就係華發商都啦。2房入場價咧90幾萬，3房一衛105萬，3房2衛嘅話咧，依家135萬，全部啊都係真裝現樓啦。呢套單位咧係89方嘅，單邊位個設計啊，呢啲鞋櫃咧都係整好晒噶啦，南北通道嘅設計，通風採光都係非常之唔錯嘅。呢度咧可以擺個6人位嘅餐台，U字型嘅廚房，方正實用，呢啲全部搞掂晒噶啦，真裝交樓而且咧仲係現樓即買即入住，一共咧做咗3房2衛嘅設計，尤其主人房咧空間咧都夠晒大，呢度可以整埋個衣櫃，帶埋主套間嘅設計。依家發展商親盤剩低嘅貨量就唔多啦，單價咧1萬4蚊左右，中意嘅 call 我睇樓。